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6月25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上卷20章第1节到25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帮赞者。虽然基督徒知影，咱唯一的帮赞是对上帝来。也亲像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安尼讲：我要行望远山，我的帮赞对叨落来。我的帮赞是对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就亲像新的改变的教示同款，咱不但爱疼上帝，也着爱用同款的标准来疼人。因为咱明白，基督徒必须爱成做别人的帮赞者。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的经文，提醒咱爱做伫迄个上细的形象，因为安尼就是做伫上帝的形象。成做帮赞者是基督徒的呼召。就算讲咱无才调成做人的帮赞，上至少莫成做迄个迫害者，还是讲假骹的人，亲像法利赛人，或者是讲扫罗王同款。咱知影扫罗王想尽办法要来杀大卫，上帝所拣选的奴仆。但是扫罗的囝约拿单，伊却领受着上帝的呼召，成做大卫的帮赞者。伊帮赞大卫脱离伊老爸扫罗王的迫害追杀。伫今日的经文内底，咱有看到这个约拿单怎样来教示大卫，甲要安怎灭。伊也做暗号来暗示大卫，互伊知影讲，打现在伊是安全，还是有危险。安尼帮赞成做上帝应允的一个帮助手啦，助手吼。亲像安尼顺服上帝的帮赞者，是甲上帝同共的人，是服从上帝旨意的人。当然，安尼的人就成做上帝眼中迄个好佮尽忠的奴仆。基督徒要安怎来听做别人的帮赞，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因为这是上帝互基督徒呼召。要安怎帮赞人呢？当然是亲像新的改变所讲的，听上帝标准一样嘛，着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听人，亲像家己。帮赞者就是爱有迄种看人巴肚枵着家己枵，看人渡水着若像家己渡水迄种的心志。咱无法度接受讲有人陷落伫这苦难的中间，却无有人会通做甚物货。所以安尼的人通常是迄种会通付出行动、非常有实践力的人。咱呢？咱是要学习保罗的宣教，还是犹原固守伫迄个真保守的想法，无爱改变呢？咱抑阁是用自我做中心嘛？咱抑阁习惯成做一个习惯性的游牧民族嘛？走来走去，我觉得袂爽快，我着走去别位，别位阁闹闹的，阁来走。咱是毋是犹原成做迄个毋免负责任的，一切责任拢是这个送互上帝的奴仆，讲话反起反倒，等等遮的。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咱看见着
保罗咧讲到基督徒关注的态度时，伊安尼讲，伊讲兄弟啊、兄弟姊妹啊，我毋望恁知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国教会，因对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因充满快乐，伫真极度的爽享的中间，悠然慷慨来劝助。我敢证明，因的关注是尽因所有的困难，甚至超过因会当做的。出于自愿的，因愿来恳求伫即个接待，也是讲真济犹太信徒的即项事顶悬，互因有份。这实在超过阮所期待的节节。首先，因将家己奉献予上帝，然后佮照着上帝的旨意帮助阮。因此，阮就鼓励提到继续协助恁，来完成伊所开始要爱成的事。无论信心、口才、财物、帮赞别人的热诚，也是对阮的疼心，恁拢是遮尔丰富。我毋望恁伫即项善事顶悬也格外的慷慨。其实关注也是帮赞者的行动，但是较无共款的是讲，这关注的行为不应该被公开，袂当来宣扬啦吼。因为这是基督徒对上帝领受的呼召。那亲像耶稣捌讲的，你正手所做的，莫互倒手知影。基督徒一旦明白上帝的旨意，愿意全然的跟对上帝的脚步，安尼行动才是会互人得到利益。帮赞者还是受帮赞者，其实拢是互相帮赞的对象，只不过有可能会当提供的物件是不共款的。代志也好啦，物资也好啦，但是确定是会通彼此正做帮赞的来源。这是伫这个基督徒的疼心内底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啊！咱倒转来看伫防疫的顶悬啦虽然台湾因为中共政权一百般的这个困扰阻挡，伫这个全世界疫苗的这个供应，也袂当甲需求达到一个平衡的情形的下面，台湾伫购买这个疫苗的进度受到真大的阻碍。但是虽然是安尼，咱看到日本对美国，甚至到立陶宛最近呢，日本佮追加100万剂，按算要伫7月来运送到伫台湾。咱之前捌讲过日本的态度啦因感谢10几年前2311咱台湾人所做的代志。咱今日去美国做例啦美国不但有意来支持，就表示讲，阮的疫苗是无有附带条件的。美国更较指明讲，台湾无应该受到国际疫苗购买顶悬无公平的挑战甲待遇。而且美国的官员正式宣布，也是讲表示因感谢台湾，因为感谢台湾伫美国伫疫情上困难的时阵，物资上欠缺的时阵，台湾捐赠了喙安甲医疗用的这个防护的这个用品互美国。
咱伫遮个关键的代志顶悬，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提起的迄种彼此帮助，还是讲关注的信仰精神，也是咱基督徒应该爱学习并提醒的，并且咱应该理所当然应该爱有实践的使命的一个行为。最后，要爱邀请咱来思考的，你我伫信仰的追求的中间，到底咱是诚做教会，或者是讲其他的人的绊脚石，还是帮助者呢？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记第20章1到25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帮助者。虽然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唯一的帮助是来自于上帝。就如同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大卫这样说道：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也如同新约的新的诫命的教导一样，我们不但要爱上帝，更要以同样相同的标准来爱人。因此我们知道，基督徒必须成为别人的帮助者。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的经文来看到，耶稣基督提醒，坐在那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他说我的身上，就是上帝或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成为帮助者其实是基督徒的呼召，这是非常清楚的。就算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者的话，至少不要变成别人的负担，成为破坏者，像法利赛人，像扫罗王一样。你我是法利赛人吗？扫罗王极力的想要杀害大卫，上帝所拣选的仆人，这个是很奇特的事情哈。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却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他成为了大卫的帮助者，他帮助大卫躲藏，脱离他父亲的迫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约拿单教导大卫如何的躲藏。我们也看到他做了暗号然后让大卫知道自己是不是处在安全的境况，或是处在危险的境况。这样的帮助者成为上帝成就应许的一个助手或是帮手。这是顺服上帝帮助者与上帝同工的人，这个是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成就了上帝眼中好又忠心的仆人。基督徒如何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因为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我们要如何成为帮助人的人呢？当然就如同新的诫命里面所提到的爱上帝这样的标准一样，是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人如己。帮助者其实就是有那种人饥己饥人逆己逆的那种心智，我们看不得别人落在困难当中，我们巴不得赶快能够帮助他们脱离他们的困境。所以
可以由此可见，这样的人通常是所谓的付出行动或是行动派的人。我们前几天说过了，有实践力的人们。那我们呢？我们是要学习保罗的宣教，还是依然故我，一点都不想变，想要维持旧的样子？还是我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成为一位习惯性的游牧民族，到处批判，到处攻击，今天这里不爽了，再换别的地方？或是说我们就是总是认为自己不需要负责任，一切的责任只要推给这个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保罗在谈到基督徒在捐助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各教会，他们所经历的患难到最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充满了快乐，在极度的贫困当中，他们仍然慷慨捐助。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出于自愿的，他们向我们恳求，在接济犹太的信徒这件事情善事上面，让他们也有份。这实在是超出我们所期待的。首先，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记得这件事情，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因此，我们鼓励提多继续的协助你们，完成他所开始的这一件善事，无论是信心、口才、知识，帮助别人的热忱和对我们的爱心，你们都那么的丰富。我希望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格外的慷慨。捐助其实是一个帮助者的实际行动，但不同的是，捐助的行为应该不被公开，不需张扬的。因此，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上帝领受的呼召，如同耶稣基督说：右手所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基督徒一旦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愿意全然的跟随上帝的脚中行的时候，这样的行动力能够使人得到益处。帮助者、受帮助者其实都可以变成互相帮助的对象，只不过所提供的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物资，或是不同的需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要彼此成为帮助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再回到我们现代的一个境况，最近在防疫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疫苗购买的历史。虽然因为中共政权的百般阻挠，全世界疫苗这个供需还没有能够达到平衡的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在购买疫苗的进程上面呢受阻。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困境的当中，我们看到的日本，也从美国甚至到了最近的立陶宛。那最近呢，日本又宣布了要追加100万剂疫苗，预计7月份会运抵台湾。我们之前说过，日本人他们就很明白的，因为311地震的关系，他们对台湾表达了极深的谢意。我们今天以美国为例了哈，
美国在捐赠台湾250万剂疫苗的时候，他们不但意有所指的表示，我们的疫苗是没有附带条件，更指明台湾不应该在国际疫苗的购买市场上面面临不公平的挑战跟待遇。而且美国的官员还正式公开表示，谢谢台湾。他们谢谢台湾在美国最困难的疫情最困难的时候，捐赠了他们最需要的口罩以及医疗专用的防护用品。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捐赠的事情，看到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彼此成为帮助，或是尽心尽力的成为帮助，这样的一个信仰精神，也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应当学习、被提醒，并且理应实践的生命行为。最后，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我到底是成为教会或其他需要的人的绊脚石呢，还是真正成为了帮助者？